考个雷婚神之男陈丽君。现在这老妹儿们不看美剧不瞅韩剧，那必须看粤剧呀。这不，最近一位粤剧小生咔嚓一下原地升空，玉面修罗，剑气书生，邪魅一笑，风情万种，不可方物，那雌雄莫辨。一晚小闺女是彻底沦陷，流着哈喇子嗷嗷喊老公啊！雷哥第一回知道，这他妈老公啊，压根儿不是一种性别，而是一种感觉，懵逼了吧？没想到多年以后，咱终于迎来了自己个儿的鸡圈天才，什么宝冢剧团啥的，压根儿不存在。今儿啊，雷哥必须唠了，粤剧全民老公姐，可咸可甜真如铁的陈丽君。说的1992年5月9号，咱君君生于浙江嵊州，打小呢就贼拉稀罕粤剧，13岁身上的天赋被发现，咔就成了一位专业花旦。这爹妈呀本来是不同意的，那粤剧哪有未来呀？但咱丈母娘哪知道君君就是粤剧的未来呀？就这样式儿的，姑娘考入嵊州粤剧艺术学校，后来呢又加入了小百花粤剧团，成为了一只俏皮可爱小花旦。君君呢靠着死磕精神，终于在粤剧圈崭露头角。小花旦演的是贼拉灵巧，然后呢就出事儿了。帝君这个啊是越长越高，眉眼之间英气飘飘。突然有一天被老前辈毛维涛盯上了，这涛姐是谁呢？浙江小百花粤剧团团长。这团长一瞅，妈呀，这闺女不演小生白瞎了，个子长那么高，谁跟她配戏呀？告诉那个班主任老师，把她改小生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涛姐这一句话，君君咔就变老爷们了。那姑娘哪儿干呢？磨叽了好几回啊，就换来了4个大字：你先试试。你想嘛，好不容易花3年把这女法师号给练满级了，咔就从零开始鼓捣个战士小号，搁谁受得了啊？但君君呢，主打就是一个将字，开始了地狱级的苦练，手演身法步，样样不轻松，常年做表达，咔咔会武功。别人呢5点半下班了，姑娘呢扒了一口饭，接茬跟教室里往死了练，武术表演，唱腔身段，甚至啊练到了脱水晕厥。那领导都吓尿了，说别人呢都是你得努力了，说到君君呢，你得休息了。终于凭着玩命死磕，君君成了粤剧小生一哥，梁祝、红楼梦、玉堂春、博蛇传，各种小哥哥演的是分外妖娆，放光璀璨。今年8月份，粤剧《新龙门客栈》首次跟抖音上直播，当晚观众直接突破900万，这70%啊是压根没听过粤剧的年轻人。而且呢，君君临时起意抱起了李云霄，你侬我侬转圈圈，直接把全国闺女看蒙圈。多少老妹儿那哭着留言呢，我一定要嫁给你老公姐，哪怕当个妾呢。我操，啥也比不了了。我看了，这么帅呢，我操！别说你们了，就这小反场，雷哥也就看了1600遍。但生活中的君君社恐有余，嘚瑟不足，闷头练功，不问江湖。姑娘靠着一己之力，让亿万年轻人爱上了粤剧。多少姑娘感叹呢？那还得是我奶那茬人懂艺术啊！这不是传统艺术要灭亡，怕不是咱这波山猪他没吃过小细粮。这就是玉面郎君陈丽君的故事，媚而不妖，浪而不烧。咱呢也不图别的，什么射雕、神雕、天龙啥的，老妹你就放开整吧。那么姑娘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内娱再见，姐要开始追传统文化了，我操！满了